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和合本圣经在第5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15节、13节，你们在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以上。下面我们要请陈柏芝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照亮一家的人，照亮一家的人。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过去1周当中，主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虽然在台湾再次遭遇空难的袭击，至今仍有几位还没有找到罹难的亲人。主啊，他们心里面忧闷着急。主啊，求你也赐下安慰的灵。主啊，更求你借着在这样的事件当中，让我们更能够警醒祷告，因为知道主你再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也再一次带着真实敬虔的心来到了面前，来朝见你的面。主啊，愿你赏赐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和你的圣灵，再次苏醒我们的心，再次提升我们的灵，让我们与你更加亲近。我们这样子如此祷告祈求，感谢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久不见。再过10天就要过年了，在这边先跟大家祝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洋洋得意，洋洋得意，扬声欢呼赞美主，扬声欢呼赞美主，阿们。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回来迦南教会母会代表嘉光教会请安报告。感谢主，在过去这一周2月5号刚好是嘉光教会满3周年，开设满3周年。3年的时间，不晓得大家觉得很快还是很慢。但是呢，在这3年当中，嘉光已经从刚开始开设的一个福音中心，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堂会，而且能够有一个会堂，能够在新竹中会成为第40间的堂会，来向主献上感谢。而在这当中，也要非常感谢神，感谢我们的母会迦南教会众长老、执事、弟兄姐妹同工，在这当中长期的付出、关心和代祷。好，那在我们的竹中通讯1月份的这一期当中，刚好背面有一个关于嘉光教会的介绍，嘉光教会的介绍，在我们的外面这个桌上，招待桌上还有，里面有非常清楚关于嘉光教会从开始一直到现在的整个的过程，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竹中通讯呢，陈牧师所写的这篇文章，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能够拿回去，回去的好好来了解，更加知道怎么样来关心嘉光教会，为嘉光教会前面的道路来代祷。那关于嘉光教会的教士的成长和报告，在我们的和会手册当中，也有一个教士的统计报告。那所以在这边也不再花时间跟大家一一来赘述。但是呢，要非常感谢就是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过去2014年
为嘉光教会的奉献超过120万，超过120万，让嘉光教会能够在质与量也得到很大的成长，很多的进步。那我代表嘉光教会的小会，就是詹君玉长老、张鹏辉长老、赖香林长老，还有郭朝新长老，以及嘉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再一次来跟我们的母会众同工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小会员来致上谢意。谢谢我们的同工还有牧者牧师团在过去这段时间的帮助，让嘉光教会一切所需要的都没有欠缺，也愿一切的荣耀能够归给在天上的父。今天要用马太福音的第5章，再次跟大家来分享照亮一家的人。我们常常做基督徒都会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也是在开拓教会当中常常要谨慎来思考，就是到底左手所做的事情该不该让右手知道？基督徒在行善的时候该不该被人看见、被人知道？有时候当基督徒要去帮助人，要认为说应该要去像光像盐一样，要在世人面前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但有时候耶稣要提醒我们，你连自己左手所做的事情右手都不应该让他知道，更何况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呢？我们要从这段经文耶稣的原文的出处来了解。在马太福音第6章1到4节，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第3、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提醒我们的重点是在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情。所以传福音算不算施舍？不是。当我们在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发挥光和盐，要勇敢的高举主的名，让人知道。但是当我们去帮助人、怜悯人、施舍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低调，我们应该要暗暗的，我们应该要关上门来，不要让左手叫右手知道。在暗中行，而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这个世界需要光，这个世界需要盐。谁是这个世界的光？谁是这个世界的盐呢？就是你和我，就是每一位基督徒。阿们吗？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这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既然做基督徒，就不应该低调。基督徒要发挥光和盐的角色。请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再跟他说，我们不要做低调的基督徒。好，在施舍的时候、怜悯的时候，可以尽量的低调。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不能被遮盖、被隐藏。在过去2014年，台湾票选出的代表字，那个字叫做什么字？黑。好，黑。那第2名、第3名、第4名，2到10名的字呢，分别是收、由、怒、时、假、未、混、怨、崩。我们发现过去的1年当中，台湾人的心里好像存在很多负面。这10个字当中，代表字当中，好像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字，让我们看了会感受到喜乐，感受到平安。黑的相反是什么？白。但是呢，黑的相反，更好的解释是光。黑的相反是什么？是光。代表台湾需要什么？光。好，过去1年当中，台湾沉沦在黑暗当中。但是台湾这么需要光，而光在哪里呢？若基督徒能够发挥光的角色，那这些字它都能够反过来，收能够变成鲜，油能够变成清。怒能够变成热，时能够变成灵，假能够变为真，未能够成为纯，混成为正，怨成为赞，崩能够成为稳，整个台湾就会翻转过来，台湾就不会再有这些这么多的负面新闻。10大新闻当中，几乎每一个都是负面的，都是消极的，都是黑暗面的。
但是这个世界，我们的台湾需要光和盐强大的影响力。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教会的门面已经改头换面了，有看到吗？好，有的人可能注意到，有的人可能还来不及。等一下出去的时候，薄荷狼灾。我们的教会好换了一个新的门面，上面写着，迦南教会好，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迦南教会50周年。然后呢，有我们在周报上面的标题就是迦南50相传永世，兴起家光，万人服侍。这句话不只是个口号，我们来读一次好不好？迦南50相传永世，兴起家光，万人服侍。如果人家说，你是迦南教会哦，那这两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呢，就是要告诉他，迦南教会要成为桃园市的光，成为桃园市的盐。阿们吗？过去桃园市是40万人，今天的桃园市是多少人？200多万人，200多万人，因为桃园市已经升格了。迦南教会要成为整个桃园市的光和盐，要影响200万人，有可能吗？有啊。路加福音第4章18到19节，好，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哇，阿们，好，故意把它藏起来。好，19节，好，很短。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喜年的意思就是每7年，好，第7年是一个安息年，7次的安息年的结束之后，第50年，7749，7次的安息年之后就是喜年。喜年的意义就是好，要得到释放，要得到自由，要得到豁免那些罪，那些在上主不再追念，不再追讨。是一个欢喜的年，台语讲欢喜的年，欢喜的年。迦南教会经历第一次的喜年，好，是一个欢喜的年。我们有没有用预备欢喜的心来迎接呢？在迦南教会，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要万人来服侍呢？我们要相传来永世呢？我们要发光，要成为光和盐呢？当耶稣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在罗马政府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贫富不均的时代。耶稣看到那个社会当中2%的人操控88%的人的财产，88%的人都是农民，他们一年要缴的税有多少呢？缴税不是20%，不是40%，不是60%，要缴的税是86%。一个农民辛苦的一年赚了100块，只能够留14块。86块通通交给政府，去为那2%的高官，为那2%的宗教人士。所以耶稣难怪要大声的疾呼说，要传福音，报好信息给这些贫穷的人。在这社会上不公不义的事情，耶稣要释放，耶稣要叫那被掳的得释放，叫那瞎眼的，你活在不公不义当中，要让你看见。因为这是神的喜年，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就是光，我们就是盐。成为光和盐，最重要的就是对人的心要有什么力？影响力。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也要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耶稣命定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发光，就是要做盐，就是要有什么行为？好行为。目的就是要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当这个社会有越来越多基督徒愿意发光，就会更多的人来羡慕成为一位基督徒。他们会看见做基督徒是一个有福气的，成为基督徒是蒙福的。基督徒的儿女不会不孝。做一个基督徒，以前人讲信基督教，死无人靠。
好，就信告、假告、立告，好，然后呢都不孝。但是呢，当他们看见做基督徒，他们比一般的人更加的孝顺，他们的儿女更加的有福气，他们会开始羡慕，因为这是一个亚伯拉罕的福气。什么是亚伯拉罕的福气呢？创世纪12章2到3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3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的福气就是，当你成为光，成为盐，在你的家庭要因为你做基督徒得到福气；当你的办公室要因为你成为基督徒而得到福气；当你所坐的飞机会因为有你这个基督徒的乘客坐在飞机上，会得到福气，会得到平安。阿们吗？因为上帝要叫你使别人都能够得到福气。基督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带来社会价值观和道德的翻转与改变。我们看到过去的宣教士来到台湾，那时候台湾的道德价值观是非常的混乱，但是经过150年，教会在台湾的努力，我们看见台湾文明、体制、文化、学术、医疗各个方面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在进步。这些图片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国家，在欧洲，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是在哪一个国家？在北欧，这是丹麦。我们看见丹麦，它的每一张，不管什么地方，在都市也好，在农村也好，在每一个地方都非常的建设的非常的完善，而且制度非常的好。丹麦人他们缴的税非常的高，40%以上，但是他们的税都能够用在帮助社会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当中。丹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在10年前，2005年，他们发生了一件丑闻案，据说是丹麦近30年来最大的丑闻案，就是有一个移民官收了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贿赂，收了多少钱呢？收了5万块的人民币，5万块的人民币，换算当时的台币大概23万，只有23万。可是呢，他们却说这是他们丹麦30年来最大的丑闻案，因为收了23万。这在台湾来看，23万算什么？2300万人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2亿3千万还差不多。可是呢，23万在丹麦人的眼中却是30年来最大的丑闻。基督的文化影响在这个国家深入深植，让人民不再眼瞎，让人民不再受压制。他们知道收贿赂，不管是23万，就算2000块、200块，是不道德的，都是不应该做的。所以我们的教会应该要发挥光和盐的角色。今天的经文第16节这样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我再讲一次，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而圣经才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没有犯法，我没有触法，我没有违法，我就是一个有道的人。上帝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应当用圣经来检视自己，不要认为说，哎呀，法律没有判我有罪，法律没有说我没有来做礼拜，我没有来奉献，我没有来参加小组、参加祷告会是犯罪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是一个好人。我们应该用圣经来检视自己。跟你旁边人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
圣经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所以神要我们用最高的道德标准，圣经检视我们到底是不是具备成为光和盐的资格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发挥光和盐强而有力的影响力呢？马太福音5章13节，耶稣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我们知道一包盐，你放个5年，好，伊马伯克林美酱，但是盐怎么可能会失了味？在犹太人，他们用的盐不像台湾用的盐是海的盐，他们用的是山上的盐，岩石的盐，盐，所以他们是敲石头，从石头上面去萃取盐，甚至他们直接拿岩石的盐来抹在他们的食物上面，来加那咸味。而那个盐好放久了是会不咸的。那个石头用完之后没有咸味之后，对不起，没有咸味之后，那个石头做什么呢？就把它丢到外面，让人去踩。踩过之后呢，它就变成沙，它就自然而然的就变成沙。所以耶稣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做一个那个被人家丢掉的盐，被人家丢弃，给人吞搭。做基督徒，如果你在社会没有成为光，没有成为盐，没有咸味，最后只不过任人践踏。在办公室，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然后没有发挥光和盐的角色，就是任人践踏。我们要做一个光和盐，有3件事情我们要来努力。第一个就是我要与基督来连结。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要发挥光和盐的角色，不是你受洗，不是你做礼拜，不是你决志祷告就够了，而是要藏在耶稣的里面，就是要与基督来连结。你有没有每天与基督连结呢？你有没有每天花时间亲近耶稣呢？你有没有每天读圣经？你有没有每天祷告？你有没有常常向人来传福音，为耶稣来做见证呢？这就是与基督来连结。根据调查，若基督徒在一个社会当中，他的人数能够到达6%，它就会带来一个临界点的效果。什么是临界点呢？临界点的意思就是，当你把一颗石头推到山顶上，前面的路非常的辛苦，就好像要开拓一个教会，刚开始万事起头难，刚开始的时候人少、钱少、资源少，问题多、困难多，非常的辛苦。但是当你把它推到那个临界点，就是山顶、山峰的时候，后面再来呢，就像滚雪球一样，就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松。所以当嘉光教会成为堂会之后，也到了某一种的临界点。嘉光教会在人数、在子语量上成长的速度，一年比一年的更快。在上个礼拜的聚会当中，嘉光教会的聚会，大人小孩已经到达130个人，130个人，好，第一次有这么多的人。但是呢，因为有一个光和盐的效应在那边来产生。换句话说，当我们整个桃园市，如果按照现在基督徒的比例4%，那整个桃园市大概有8万人的基督徒。如果来到了临界点6%，就是如果能够有12万以上的基督徒，我们会发现传福音越来越快，开拓教会越来越容易。嘉光教会3年就开拓起来，以后搞不好1年就开拓起来。当基督徒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200万的桃园市要有多少的人才能够达到6%呢？12万。当桃园市的基督徒能够到达12万以上，这个桃园市的翻转速度就会越来越加快。但是前提是这12万的人，12万个基督徒，不是挂名的基督徒，
不是只有礼拜天做礼拜的基督徒，不是老基督徒，而是愿意把自己做光、做盐来发光的基督徒。有强烈的光，有强烈的咸味，在他的职场，在他的社区，在他所在的地方为主来发光。所以我们要与基督来连结。第二，我们要做光做盐，我们要与教会来连结。也就是说，你不能落单，你要跟基督徒连结。传道书4章12节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2人，便能抵挡他。后面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什么呢？就是指一根绳索，它能够重叠、交织、交错、交叉、捆绑在一起，它就不容易孤单，他的信仰就不容易折断。我们有没有参加团契？我们有没有参加小组？我们有没有愿意花时间跟其他的基督徒来连结？你可能可以一个人每天跟神亲近灵修，你可以主日来敬拜神，但是你是不是愿意跟教会的肢体、跟基督的肢体花时间参加团契小组来连结，一起分享，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来传福音，一起来服侍呢？当基督徒能够连结，他的身体就能够快速的成长，就能够来长大。在末世当中，撒旦的诡计就是来攻击那一些落单的、孤单的基督徒。撒旦的伎俩就是来寻找遍地游走，寻找什么人？可吞吃的人。所以耶稣放下那99只羊，因为他知道那99只羊是安全的，只有那一只在外面的羊都不来团契，不来小组，勾搭好独行侠的基督徒，这样子的羊是危险的。这张图告诉是这个建设公司好，它空照桃园市的图。中间呢，这个橘色的横线就是国道2号，而看到那个直的白线好，就是文中路。右手边呢有一条红线，那就是台铁，好，就是我们的铁路。然后有一个粉红紫色的区域呢，好，就是整个大中路，好，中路的从化区。而黄色呢，就是那个中路的从化地，好，有上万公顷的从化地在那边。我们发现桃园市的人口，好，虽然过去几十年一直集中在就是我们现在火车站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看见，好，现在桃园市的发展，市中心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来建设，所以一直往外来发展。其实在2003年，迦南教会就已经有看见，那时候要买一块地，好，要买一块宣教基地。那时候经过很多审慎的评估考虑，也有曾经考虑就是在粉红色的区域里面一块文中路的地，后来决定是在哪里呢？在更有战略位置意义的观音，好，在观音乡。但是呢，好，这一块文中路好仍然是兵家必争之地。好，在这一块地，桃园市将来不只是200万人，可能是250万人，甚至是300万人，因为桃园市的腹地比台北市大的很多。台北市到300万人已经容纳不下，可是新北市可以容纳到600万人，而桃园市的腹地整个加起来可以容纳到300-400万人以上。而我们所在的桃园区也一直好在建设，虽然黄色那块地一坪要多少钱？一坪要上百万，好，一坪要120万。这不是一间教会，这不是少数几个基督徒可以去达到的事情。但是透过基督徒的连结，透过教会与教会的连结，透过教会一起来努力，我相信在黄色的那一个精华地带，也会有上帝的教会在那边建立起来。阿们吗？所以陈牧师，好，我也一直鼓励嘉光教会弟兄姐妹说，过去受到迦南教会的帮助，将来嘉光教会也要去开拓教会。
但是嘉光教会一个人没有办法开拓，一定要跟其他的教会连结起来，一起来去努力去开拓。第三，最后，教会要跟社会来连结，教会要跟社会来连结。耶稣提到说，我们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当我们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里讲到说，你做一个光，但是你的是一个光，你要放在哪里呢？放在你自己的房间里面吗？还是你要放在海边做一个灯塔呢？还是你能够集结其他的光，一起建造一个城市，在山上能够发光，让更多的人能够看见呢？耶稣要我们成为光，就是要我们能够教会被社会所看见。迦南教会50年，不晓得我们的桃园市、桃园区，知不知道迦南教会在这个地方已经50年了呢？我们的桃园市长、我们的桃园市政府，是不是已经真的认同迦南教会呢？过去迦南教会有很好在桃园县政府的贡献，就是有做这个庇护中心、社福中心，为桃园县政府解决了许多的困难，甚至呢还有全人生命教育关怀协会，在各个中小学许多的学校为学生做生命教育的贡献。我们还有许多的社区的工作，包括关怀街友、关怀弱势急难的家庭，我们有安家食物银行等等，有志工大队，这一切就是要让教会能够进入社会，与社会来连结，因为我们要去影响它，我们不能被社会所影响。当基督徒能够成为光，当基督徒的光能够在社会当中来照耀，这个社会会更加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耶稣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今年是迦南教会的50喜年，是长老教会的150喜年，第3次的喜年。长老教会要再一次有新贝加运动，有101新贝加运动，而迦南教会要有50喜年的传承运动，要有兴起发光的运动。我们都要明白，我们要做世界的光，我们要做城市的光，做社会的光，做家中的光。这3件事情，我们再来复习。第一个，我要与基督连结；第二，我要与教会连结；第三，教会要与社会连结。重点在于连结，连结。如果没有连结，各做各，各走各，它就会失序，它就会没有关系。所以盼望，虽然嘉光可能1年只有1次来跟迦南教会请安报告，但是透过更多的连结，透过更多的关心带导，我们能够在主里成为一个肢体，我们能够在主里一起为主发光。在桃园市这13个区当中，我们能够在各个地方跟教会串联连结，让桃园市200多万的居民能够认识上帝国的福音，能够如同耶稣所说的，让我们的光照在世人的面前，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来颂赞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再一次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呼召我们做基督徒，做上帝的儿女，除了要我们领受亚伯拉罕的福气之外，主，你要我们领受大使命和大诫命，要彼此相爱，
也要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啊，我们知道过去150年来，许多的宣教士，他们辛苦坚忍不拔，在这个地方福音的硬土上来松土，来撒种，而这些种子到如今已经来发芽，已经来开花，已经来结果。主啊，我们也知道传福音的脚步越来越快，是因为耶稣你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也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让我们立志在你的面前要做光做盐，来照亮我们全家的人，照亮全社区的人，照亮全桃园市的人。主啊，让迦南教会和众弟兄姐妹在欢庆50喜年的同时，主啊，我们要再次与主来立志，求圣灵赐下能力，让我们能够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新的诫命一起来祈祷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就像是说，你当爱邻舍如同自己。此2条诫是全律法与先知之总头。我以新的诫命给你们，就是你们应当相爱，就像我曾爱你们，你们也当如此相爱。你们若相爱，众人要由如此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阿们。